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8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箴言18章第6节到12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管家。基督徒当然不能只有成为那种领受祝福的人，更要成为领受呼召的人，成为上帝家中的好管家。那好管家就是要管理好上帝的家嘛，要有和睦的关系呀，要使上帝的家和气，有良好的管理。只有那种愚昧的人才会在管理的时候引发纷争，或是去教唆人去有怨恨，使人不和睦。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箴言18章第6节到12节提到，愚昧的人开口起争端，他一说话就挨打。愚昧的人口使自己败落，他的嘴唇是自己的陷阱，闲话有如珍肴美味，一进口就吞下去。懒惰跟败坏无益，难兄难弟。上主如坚固堡垒，一人投靠都得安全。有钱人以财富为城墙，以为他又高又牢，能够保护自己。自谦的人得光荣，狂傲的人遭灭绝毁灭。上帝的好管家就是像圣经所说的这个义人在上帝的家中不但有好的管理，更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保守以及赐福。彼得在对初代教会的教导，他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他提到了一个上帝好管家必备的品德及作为。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1节，彼得的教导这样说道：万事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的相爱，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的罪过。要彼此殷勤接待，不要埋怨。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就要照着从上帝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谁宣讲就得宣讲上帝的话，谁服侍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好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世世无穷。阿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上帝家里的好管家，忠心的管理上帝地面的家教会，让上帝的家因着我们而成为社区的祝福，成为人们愿意亲近上帝的一个好地方。诗篇112篇，要赞美上主、敬畏上主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喜欢遵行上主诫命的人多么有福啊！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他的子孙在地上总会强盛。他的家族富裕繁荣，他的义行存到永远。有光在黑暗中照耀着正直人，照耀着慈爱、怜悯、公义的人。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他以诚实经营业务。义人永不失败，他永远不被遗忘。他不因坏消息惊惶，他的心坚定，一心信靠上主。他不忧不惊，他确信会看见仇敌的衰败。他慷慨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永存。
他将强盛受人敬重。邪恶的人看见义人强盛而苦恼，他们咬牙切齿而灭亡，他们的希望将归幻灭。主啊，谢谢你将救恩赐给我们，并且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更谦卑的服侍，使人和睦，使我们成为好的管家，见证主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